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警方抓人的过程。这个警方掌握到线索，这个嫌犯半暝买客运的车票要走到新竹，南北的警力来联手，伫新竹的客运站来部署，看嫌犯一落车，专程来监控，因为车顶也有11个乘客，惊会去伤到其他的人，所以是等嫌犯落车，车门一关起来。 警方随展开着围捕的行动，当场就甲嫌犯压制在地，嫌犯根本袂负反应，完全拢无抵抗的机会。嘛为伊的骹帮仔底超出着互伊抢去的迄支警察的枪，枪内底有一粒枪支，哪像随时要车拼。快说啊！ 警察冲来甲姓林的嫌犯压伫涂骹。警方唔敢大意，出动几百位警力，因为嫌犯身上有经用手枪，甚至已经上柜。嫌犯身躯顶穿乌衫、牛仔裤，面对警察真冷静，无抵抗。伫嫌犯身上抄到警用手枪，原本24粒枪支减6粒，上尾嫌犯用靠手铐卡夹压登去台南侦办。等他下车，车门关上以后，再来逮捕。 如果没有关上车门，万一他冲到车上去，再假使人者又延伸另外一个案件出来，所以当时的严厉采取这个方式的一个部署。 警方将押到姓林的嫌犯半暝买客运票要去新竹，犯落的卖虎掠人虽联络新竹警方，伫半暝2点先准备部署，台南警力才赶紧上北会合，一路对伫后壁，等到嫌犯4点落车，车门关起来，确定袂伤到无辜的乘客，才开始行动。嫌犯一经过，警方随队买好的乌车冲出来，将嫌犯当场压制。 式的一个调监视器，还有地毯式的搜索。那我们在刚好在附近的部分有一个核心的客运公司，那监视器还有刚好调到了嫌犯的影像。根据经验研判，可能的路线顺线追查，一路上北掠人，才总算掠到嫌犯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